花莲道路旧山区的日步溪出现崩山湖，有绑架风险，已经甲游客请离开，水尾民众也疏开游客，暂且莫过入去。国际组织国际法官协会今年伫亚塞拜然规年回咱台湾也是会员，也那这亚塞拜然是根据着一中原则，甲咱的团长遣返回来。伫法院拄三读通过普发现金1万块的论性特别预算，上紧11月初就会当发放。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17 AM 新闻，我是嘉豪。讲到这花莲光复乡呢，前一阵啊，才因为这崩山湖做大水，受损真严重。想袂到这道路旧山区又搁再出现崩山湖啊！这林业保育署花莲分署就表示讲，因为旧大尾山的路边呢崩落来，造成日步溪出现崩山湖。这水一下就积20公尺悬，也因为这溪水真串流，有崩起可能性。已经把这堰口游客请离开。水尾民众也疏开，也提醒游客唔通搁再入去道路区国家公园啊。花莲秀林乡日步溪台北线进行隧道口的旧台北线路段，由山壁崩落来，甲日步溪河路塌掉，形成崩山湖，宽度要20公尺，日步溪是一直淹起来，有溢大水的可能。深度非常的深，大概25公尺，可能下午5点6点，这个水面就会接近步道还有公路。通知了那个东部电厂做好那个因应性准备。那我们也通知了秀林乡公所，目前正在那个民乐部落地方进行预防性撤离。林保署和公路局这单位的人员赶去现场监测，虽然现场已经出动怪手去挖，但是挖的速度是赶不赴水位起来的速度。花莲分署讲，已经请警方和公路单位，抗堰口以下游客离开，甲路风起来车健康，嘛请泰管处所有游客莫入去泰鲁阁国家公园。林保署已经发布红色警戒，请民乐部落和东部电厂的员工配合相关部门来进行各项撤离的措施。项目前发布强制撤离，好，请大家配合一下。警方嘛开始巡逻广播，帮助大家撤离。相关单位嘛发送简讯来通知警戒范围的住户。17下晡3点半，乡长是针对水尾地势较低的居民一户一户劝导，超过500个人，而且安排在亚洲阿蒙头公司的宿舍和秀林国小收容。因为我们也没有接获到中央的或是非常清楚的指示说哪一些范围是危险区。那我们就是在自己公所的整个应变中心成立的那个会议，我们就评估说，我们宁有90这里是应该是会最危险的。多少人担心啦，因为以前的台风是没有到这边，怕那个约瑟湖的水量。根据林保署的资料显示，讲目前马太阳溪崩山湖的水位高定是1019.7公尺，得水量是151万吨。同款维持红色警戒，为着避免未来若是发生大规模的地动，还是较大的雨势，佮造成灾情，政经协调所副总协调官李明岩表示讲，水头水尾拢有相关规划。马太阳溪和光复溪破损的布花的交界，水利署已经完成3个所在的布花的加固。透过公司的空气画面，会当看到为着强化所准，真侪台山石车是较紧甲河川清出来的土埋对外口去载运。除了现在临时堤防已经完成，那要再去做加固，甚至必要的时候的加高或是超级堤防的上游的部分，目前有在规划设置比较系列的拦沙坝。但日友好国家一条，日本政府送的导入式水位观测器运到台湾，在当地的水位观测面对困难的时阵，日本来斗3天，嘛展现对台湾防灾合作的支持。记者综合报道。上今礼拜就出现今年第24号风台风神，目前是惊讲这花莲光复是被卡要大雨搁再来。中央紧急应变协调所总协调官桂连成宣布，明仔载下晡2点到5点，会伫咧花莲光复执行大规模特例演练，会分3阶段进行，预估要疏散1048人，也呼吁这志工先唔通入来灾区。特别呼吁我们的志工在星期六18号的时候，避免进入到光复乡的灾区里面来。希望沙雕超人伫这礼拜六先迈来花莲光复乡，因为风神风台这礼拜六的形成，中央紧急应变协调所18日到2点到5点，要进行大规模特例演练。光复乡在明天的演习，最后是全村是清空的不得有任何一个人在路上溜达，独居的老人跟这个病患。但是他们是动车不动人。那第2阶段是平民的撤离，是动车动人。烟社湖警报系统响起的时候，
开始做垂直疏散。总协调官桂连成讲，撤离计划分做3阶段，除了行动无方便的4大人加病人以外，光复乡1048人拢爱撤离到收容中心，依照无共情形发2种警报。日积月亮，雨量到达200毫米，我们会发布 CBS 警告系统，让所有灾区警告区域内的所有的民众的手机都可以收到水位到达我们堤防1公尺的这个高度的时候，我们会启动堰塞湖的警报。花莲县警局的警报系统负责发崩山湖警报。17早起，民防管制中心的技术人员会来做详细检验测试。风台愈来愈晚，花莲县长徐正伟也出现。每一天早上8点、10点以及下午、晚上都开会，都在开会。对，我们都是不断合作无间。并且外界批评伊无看的人，徐正伟也加来花莲市都会内政部长刘世芳决定去收容中心看受灾民众。关府伫最近也有行文和行政议，建议未来撤离计划应该取消随地避难，用疏散撤离。徐正伟讲，主要是崩山湖还佫伫咧。水量不断的量体不断的在增加，只有全部净空撤离才是最安全的。垂直撤离会比较方便，但是要落实。老师傅讲，随地撤离也是正重要，也担心有一寡人无确实做到，会发生危险，所以拜六演练将会用多多关机制确实执行。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伫咧国际搁再防欺负啊！咱台湾也是会员的全球性法官组织国际法官协会，今年伫咧亚塞拜然举办第67届年会。不过，咱的法官协会代表团呢，无摕到签证或者是入境许可，也无通知讲台湾袂当去参加。团长林依伦法官就直接飞到现场，说当场互遣返回来。咱的法官协会就发出声明，严重抗议。咱的外交部呢也谴责亚塞拜然的一中原则。It is a pleasure to have you all here to discuss judicial independence, which is the pillar of democratic society. 2023年国际法官协会 IAJ 让24年，搁伫台湾举行第65届年会，当时担任总统蔡英文亲身出席开幕致辞，欢迎90外会员国的法官来台参与。今年轮到西亚国家亚塞拜然举办 IAJ 年会，不过咱法官协会代表团却无法度参加。主办单位先前明确承诺将协助办理签证及入境事宜，但我方代表最终仍未获得核发签证或入境许可，也没有收到任何正式拒绝通知或理由说明，以至于我方5名代表被迫取消行程。法官协会表示，代表团虽然无得到签证，也是入境许可，嘛无收到拒绝通知，所以团长林依伦法官也是坐飞机到当地，希望进行最后的努力，刷去互因原机遣返。到尾也透过捷克法官协会伫会中宣读声明，提出正式的抗议，嘛呼吁 IAJ 建立公正透明的处理机制，防止类似事件搁再发生。安尼外交部是讲，阿国是以一中原则为理由拒绝咱国。相关民间专业协会的交流合作本与政治议题无涉，而亚塞拜然漠视专业，以不当政治力拒绝台湾参与，与国际法官协会所倡导的包容与平等参与原则相悖，外交部对此强烈谴责。其实亚塞拜然甲中国的关系真好，外交部的官网就明列亚塞拜然政府对于台湾无友善，咱国人得到签证有困难，嘛建议旅客尽量避免伫当地转机。咱国伫亚塞拜然嘛无大使馆公认的代表机构，相关事务目前敢若由驻莫斯科代表处来监管辖。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去年台湾有3个一贯道道亲去到中国旅游的时阵，煞去互中共抓起来。今年到今，搁再增加7个人。海基会秘书长罗文嘉就呼吁讲，这一贯道的信徒就爱避免去到中国，就算是去遐旅游观光、就学、探亲，拢爱避免。根据统计，台湾的宗教信徒去到中国访抓，对2019年到今已经有14案16个人，包含着统一教、基督教，也有青海无上师等等。罗文嘉也提醒讲，任何宗教去到中国拢有风险，是因为中国是100%无宗教自由的国家。台湾一贯道在中国被视为是邪教组织，这从案例上还有实务上显示这样子。如果您是一贯道的信众或是道亲，自即日起
我们建议你避免前往中国。特别召开记者会，海基会秘书长罗文嘉声明，中国100%无宗教自由，尤其针对台湾有管道的岛亲，不管是去对外旅游做生意，拢已经明显造成威胁。敢若今年有通报，互海基会都已经知影有6个案，拢总7个人去互对方关押。若是扩大到其他的宗教，搁较是差不多每个月拢有案例。如果外国人进入中国，你会携带所谓宗教的宣传品、印刷品，只能自己用。不能散发。他在9月进一步在规定，在网络上不能利用任何直播、短影音或任何其他方式来发布，只限于在官网上，包含香港、澳门、台湾宗教组织的人员。通通在规范之内。海基会点出中共的执法特点，那要件定义无明确，执行标准无共，而且是以人员掌控为优先，并不是限制的行为样态。毋过，毋拿宗教交流，中国即阵搁以举办台湾共和80周年各种活动，想要降低咱国的宣传一中。立委会除了下令禁止公职人员去中国参加，嘛呼吁各界毋通响应中国的主张。台湾从未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过，这是铁一般的历史事实。相关统战活动，政府已明令禁止中央与地方公职人员以及各级学校教职人员参加。我们也要再次呼吁，台湾各政党、法人、人民团体或个别人士应遵守两岸规范。面对中国持续对台施压威胁，立委会呼吁国人坚定信念，共同捍卫国家的主权。国内会正式庆祝，也是台湾共和嘉金门古宁头代节纪念日。根据了解，正由国防部规划中。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英国军情五处处长麦卡勒姆指出，讲中国罗西亚和伊朗的敌对活动规模有变大，国家级间谍行动偏去年加35%。这麦卡勒姆强调，中国这款行动逐工拢有影响到英国的国家安全。几若千人规集的团体，今年3月伫英国伦敦的中国大使馆头前示威，反对中国计划起诉欧洲规模上大的大使馆。英国政府这个月16再度解言后，无批准伊的起诉计划。上时阵，两项指控替中国做间谍的英国人，获检方撤销告诉。中国的间谍活动引起社会忧心。State threats are escalating. In the last year, we've seen a 35%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individuals we're investigating for involvement in state threat activity. 英国军情五处发表年度演讲，处长麦卡列姆表示讲，这款国家的威胁行动，包括针对议会、核数机构、甲关键基础设施的间谍行为，甚至出现类似恐怖攻击的监控甲放火的行动。伊强调，上要紧的任务是破坏威胁，中国无法度定罪，嘛要全力阻挡敌对的行动。关于中国威胁，报告指出讲，中国的国家级行为者，若对英国的国家安全造成威胁，而且每一天拢是安尼。The UK-China relationship is, by its nature, complex, but MI5's role is not. We detect and deal robustly with activity threatening UK national security. 不过，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发言人讲，中国无兴趣嘛袂干涉英国的内部事务。英国情报单位应该关心国内拄到的真正安全威胁。中国呼吁英国官员停止对中国无端的指控，停止宣传中国威胁，破坏中英的关系。公视新闻郑伟林编译。来看一个较轻松的，这中华职棒36年总冠军赛，中信兄弟和乐天桃园明仔载开始对决。这是中职总冠军赛头一届出现日本籍教练的对决。前2场主战的中信兄弟伫台北大巨蛋的门票是拢卖甲空空。那第4战是伫咧桃园棒球场，是这桃园队的主场，2万张的门票也拢卖了咯。挑战连霸，拼我要5年第4个冠军。中信兄弟伫总冠军赛比赛前3战的台北大巨蛋练球，2017年以第6顺位进入球队的投手王凯婷，也甲今年袂少袂上介意的投手田浩君，拢是头一届拍总冠军赛。我也把自己准备得非常充足，然后就是很期待跟他们对战之后会有这样的表现。在台湾大赛能够站在投手球上面，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一件蛮开心的事情，然后也是达成自己一个小的目标。中信兄弟摕季冠军，搁较是全年第1，当然希望最后是好结果。总教练并也回忆讲，
家己上重要工作都是营造好的气氛，决定用相上場。短期決戦なんでね、もう神ぞ知る結果だと思うんで、本当にどちらがいい準備ができるか、そこに、勝敗は、分かれると思うんで。评议会议认为，最后的结果要看倒一个球队准备更加充足，为季后挑战赛惊险反赢的乐天桃园伫桃园棒球场练习。总教练高球保健二讲，会以挑战赛阵容应战，打击火力甲气势拢是关键。攻撃力をやっぱりどれぐらい出せるか、あとはもうやっぱりチーム一丸となってね、相手に立ち向かう、相手にぶつかっていく、そういう気持ちがどれぐらい一つになれるかっていうところだと思うんですよね。中信兄弟甲乐天桃园进前有5届比赛，2014、2015、2017、2019拢是原队拍赢。2022由林威祖带队横扫战河区带队的乐天桃园，本季的优胜拍赢，真受大家注意。18个关键首战，中信兄弟派出罗哥先发，乐天桃园是毛新乐上演外国投手对下。公视新闻采访报道。高雄寿山有民众讲，最近这半年，伫寿山接待着有人骑一种电动独轮车来到这个山顶。寿山是国家公园，安尼骑敢无违法的？这寿山国家自然公园管理处就表示，除了公务车，这公园内面敢若限定特定路线有开放铁马会当骑，其他的车是完全禁止的，请民众唔通违法。民众骑电动独轮车速度更加亲像一阵风，目前的年都无看录影。影片是山丘去爬寿山翕落来的，伊是定期高雄的香港人，定去爬寿山。不过这半年来，才看到有人骑电动独轮车来爬山，有时阵车向向对人的边过，互伊感觉真危险。嘛奇怪，安尼敢无违法？咁如果個車速太快，或者登山人士冇留意咧，就好多時會發生呢個意外嘅。咁我都希望就響呢啲咁嘅路面啊，有啲提供多啲嘅指示牌啊，等啲駕車人咧就留意。山友表示，因為南壽山登山口無樓梯桿仔，閣有停車場，騎電動獨輪車的人較接對車去山頂，若是違法，要加強禁止的告示。國家自然公園管理處表示，除了公務車以外，園區敢若一條特定路線開放鐵馬來騎，其他車種全面禁止。這是因頭擺看到電動獨輪車出現伫壽山，後續會來加強巡查甲禁止的公告，請民眾唔通違法。元和社跟志宏池这边都不是我们国sau山的管辖范围，那不过它可以延续到我们的园区道路。那我们会加强前，我们已经有跟警察保区这边合作，就是说我们会加强在这附近巡逻，再进行加强宣导的部分。山友讲，若独轮车有铁马路行嘛，骑不离要紧。主管处表示，110年开放铁马疙瘩，最近因当咧检讨需要改善的所在，包括独轮车民众欢迎的部分，主管处拢会列入检讨。记者关注邱朝阳、高雄场报道。来看彰化市八卦山这天空游戏场，像是连假启用就出代志，有2个民众去耍这4公尺高的出溜笼，却因为速度伤紧，出落来了后是跋倒，手和脚拢骨折啊！救护车来到现场，大家看见讲受伤的人伫咧倒。彰化市八卦山天空游戏场，12发生2件受伤的意外，14岁女高中生甲27岁老小姐，拢因为出溜笼的速度伤紧，落来时阵无稳，一个脚一个手骨折。他滑下来的时候，他觉得说那个速度瞬间的速度加速度太快，然后他落地的时候就是没有，这脚踝没有对准着地，那之后就是有折到的一个现象。在溜的当下，发现他真的很倒很快，然后溜下去到底的时候，就是整个人没有站稳，然后我就有点不稳，就摔倒。然后摔倒的时候呢，我就是左手去撑地板，然后就医的时候才发现是骨折。天空游戏场是彰化县政府甲台湾设计研究院合作开6000万起的，今年双十连假试营运。公园内面有8架自流笼等几多项设施，其中自流笼现场各是摆设13岁以上才能使用。开放第3天就有人受伤，有人讲速度真紧。它很快，它冲劲很快，你没有刹车完全不行，这个小朋友没办法。上面有打蜡，那我们有跟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再去检讨，我们可能会针对它上面这个打蜡的部分去做一些去除。那
后续的这个缓冲区，我们也会整个再做一个检讨。中华县城管处讲，这个粗流量的管道差不多4公尺，粗道表面有拍拉，十六已经甲拉切掉，应该会当互速度减慢1/3。因为规个游戏场拢有投保公共意外责任险，将会负责受伤的人所落来医疗费用。建议民众出流浪时阵，会当用围底盘速度才袂遐紧，来了唔当伤紧就爬起来，保持重心。以后也会增加告示牌，并且派人加强巡逻，保护大家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拄三读通过普发现金1万块的论成特别预算，财政部长昨就讲，这三读过了后呢，总统后礼拜就当公告，上紧11月初会当来发放。咱那边两党是伫咧催政府，讲这速度就要搁较紧的。咱那边进党立委吴思瑶就讲，相关部会需要时间准备，唔若爱紧，领钱同款爱安全。审查报告修正通过。讲起着普发现金1万的润省特别预算，立法院17三读通过。不过内面知影阁质疑政府设的一寡项目，劳动部媒体宣传费含全民健保基金等等，拢总台独52亿，冻结55亿。违反预算法的规定，偷渡暗插到特别预算，绝大多数跟没宣费都有关系，在那边大撒币，开演唱会。有一个民众党的保留案，应该已经跟农业部已经有达成共识。那至于普发现金这一块是没有什么争议的这边也希望能够加速作业的一个流程哈。朝野党团根据共识，伫三读的定数了后，都要提出复议。但是，立委吴思瑶讲，虽然欢喜，但嘛烦恼，因为5500亿的预算内面，红台的96%是国土安全经费。挺产业、顾民生。挺弱势，还有普发现金的预算终于可以开始执行，但是依旧被蓝白在野党大笔一挥来删减了52亿9870万，最大的受害部会就是国防部。对各界关心的普发现金的时程，照润省特别条例的规定，公布了1个月内就当启动发放。按算第一批伫11月前半个月就会当提到，对象主要是有请领年金的人，包括老人年金、职灾年金等等，估计有425万人受惠。第二批上侪人差不多占4成，都是网站登记了汇入去口座，按算有935万人。第三批是 ATM 和邮局领现金，会分阶段进行。记者综合报道。对于航空有一名空服人员破病继续上班，伊飞登到台湾了后出来过身。对于航空总经理孙家明今仔日亲身甲家属也有社会大众会师咧。咱空服部门的主管表示，经过调查，这座舱长确实是有过失，1个月来完成调查报告，予家属一个交代。我要在此向孙小姐的家属以及社会大众表达我们最深的歉意。孙亚以及主管出面，中营航空总经理孙家明向破病过身的空服员家属甲社会谢谢礼，讲要启动精进做法，打造更加安心、更加健康的工作环境。伊强调，事发了后公司无闭起来，对断医期间甲家属保持联络，后续协助家属处理必要代志，同时内部也进行调查。我们承诺，我们会做好，用最负责任的态度做好相关的调查。也会给家属一个完整的说明。中央航空指出，事件调查中座舱长有缺失，不过因为组员值勤时间无同，有加1礼拜完成访谈了后，调查报告就出来了。记者工会怀疑排班制度是触发性，互空服员唔敢请病假。中央航空讲，空服员请假第一时间拢核准，也若请假了后，选班后限数唔是处罚，而是决定空服员申请休假，也是申请想要飞航班的把握顺序。这不是一个惩处，这其实是奖励。那重点就是在名额有限的情形下，如果很多人都申请在同一班或者申请同一天休假，我们还是要有一个核准的顺序。班表，然后节假日这些是组员非常重视的东西，所以无论它的名义上、文字游戏上，它是奖励还是惩罚，基本上它就是不能否认，它就是用了这些手段来钳制组员请病假。工会批评公司是回避主要问题，即日起伫北中南发起献花标哀思活动，强调若公司后续无退先来保障员工权利，无排除继续定情抗议活动。记者综合报道。
公务人员看线，咱来看到台铁，今仔日呢，这台铁员工去到劳动部抗议，讲因的这工会理事请病假的时阵去互这站长刁难。劳动部强调讲，雇主就要考虑到员工实际需求，准因休病假。那台铁是回应讲，因为这个员工无提供诊断证明，无完成请假程序，才以抗日来处分。其他20多天的病假拢有核准，无该刁难。 大声喊口号，呼吁劳动部表态支持劳工的病假权。最近因为中英航空的空服员带病上班过身，引起各界关心请病假的议题。担任工会干部的代替员工王杰，在却和劳工团体来劳动部陈情，讲伊进前请1天假就医，过2天休养。代替说讲伊是连续2天的病假，要求提供医生诊断证明，结果甲算控制2天记大过处分。经过劳动检查佮调解了后，代替同款是坚持1天控制记小过处分，互伊感觉真无道理。台铁从头到尾都没有任何一个规定，或者是请假规定说你2天以上要提出医生诊断证明。接着更荒谬的事情是，一开始寄旷职单是写依照公务人员请假规则。 后面又改了旷职单，变成劳工的公司的工作规则。希望的是靠劳动部实质的做出积极的行动，确保今天全台湾所有的劳工在请假上绝对不会作为资方恶意惩处、污名化的依据。王杰讲，伊第2天确实人无爽快，因为公司人有够，伊唔则阁请假休养。 说去用记控制，实在是无法度接受。相关的劳团呼吁劳动部爱表态，支持劳工合理的病假权。写公函予地方的劳工单位，请因照规定执行。劳动部嘛派人来接陈情书，讲无鼓励劳工带病上班。若雇主拒绝劳工请病假，即违反劳动基准法43条规定，地方主管机关可依劳基法79条。 裁处2万到100万以下的罚款。对着劳工团体集议专案牵涉这场霸凌，劳动部强调讲，目前这人法修法了后，已经增加这场霸凌的防治专章，雇主应该采取即时有效的适当措施，若是违反规定，一定会依法处罚。记者综合报道。 高雄三民区公所发公文，要求员工爱甲面册口座交出来，替公所斗宣传业务。员工认为讲安尼死做已经侵害到因个人隐私，也甲机关投诉。市政府表示讲，这是区长个人的行为，有影无妥当，已经甲这区长调职啦。 三民区公所的公文顶悬清楚写着，爱所有员工伫20进前交出面册效果，到推萨公所的业务宣传。若是无效果的人，爱说明原因，公所嘛提起申请新效果。而且所有的效果拢会做册管理。有员工无法度接受这款做法，认为这已经侵害到个人的隐私权，只可向市议员投诉。 这组账号要拿来做什么呢？帮所有市政府的文章按赞、留言、分享，并且还可能会列入考绩当中。如果没有留言的话呢，主管可能会适时的去提醒你，并且会不定期的去稽查。不正常啊，一定不正常啊！我们是民主国家，一定很尊重个人隐私权嘛。那你要求我交私人的东西，那一定是不对的。如果是你自己遇到的话，你会？我一定不会理他。你要开除我就开除我。 代志爆出来，市府也紧急发声明表示，并不下令要求安尼做。市区的区长以个人行为已经牵涉到员工的隐私权，真无妥当。民政局除了甲区长调走，担任非主管职以外，也追究相关的行政责任。这个是侵犯个人隐私的行为，这个非常不应该。好，那我们也调查民政局的调查，好，民政局没有下令，好，也仅有一个行政区。 较员工为虚伪不实或引人错误的表示，若真有胁迫之情形，也可能构成刑法304条之强制罪。受到处分，市区的区长已经互调离职务，区长办公桌顶悬的台版公文也搁放归他。市府强调，三民区这件是高一件，其他行政区无这款情形，一切行政行为拢爱依法行政，严守行政中立。记者柯家族柯小雄高雄场报道。
高雄大寮一块农地长期放乱倒这路底坡，机关就骂讲15年来市政府拢无伫咧管。那市府是讲这个路底坡无法度用废清法处理，2016年判决是要求讲这业者爱处理，目前剩1万栋。另外，伫桃园检调查出讲有业者伫咧龙潭、桃园大园啊，这个山坡地乱倒废弃物含垃圾土。比人较悬的小山贴伫高雄大寮区会计里这农地顶面，民意代表讲，这拢是废弃的路屎，放10多年也未清完。这是前行政院秘书长林益世被控提8300万地用案所属公司外地路屎。这些长期对峙造成的这些危害，环保局都没看到吗？当时这有3堆，因有刷2堆走啊，即摆剩1堆，目前是应该是出一半吧。按是当然啦，我是听因公司人咧讲，是讲有要踢着车啦，算讲无法度逐工出啦。去所在甲4块位啊，拢是农地。议员烦恼讲地下水甲农地被污染，也积极市府监督不够，或者废路屎加税麻烦，无人要管。那么大量，然后又经过那么久，所以下雨的时候，它的里面的铁氧化过程中，它会把氧气那些整个消耗掉，所以它土壤中的含氧量会变得非常差，然后那块土地大概就完蛋了。环保局持续要求积极去化，并以农地堆置处为优先。目前农地剩余堆置量约1万余吨，另要求地永公司每月提报农地堆置场去化情形。市府讲，9年前法院判决要求地永必须将这物件移除，虽然违反多市计划法，不过土地跨单位来管辖，加上无适用废清法，环保局无法度伫时限内底给清理完。不过对着地下水甲土壤这监测拢继续伫监控。另外，桃园也出现不少业者向地主租地，这个对建筑工地收回来废土，也是刷球场废水处理产生的垃圾土，甲添落去。涉嫌于桃园市龙潭区、桃园区及大园区等3处农地，大量倾倒回填营建废弃物及废土，从中谋取不法利益。眼镜对沙伫桃园山的土地污着红酸啊，也有塑胶管，更调这废弃物估计污染面积超过1万平方公尺。主嫌在内5人，互法院裁定收押。专案总计31名被告，会依照违反废清法这罪嫌来起诉。记者综合报道。台语有一句话讲，人猴唔得寒天做对头。这马泰安溪崩山潭做大水，随上100年前日本时代着人来遮做调查，有记录着讲，这四界拢有崩落来土石啊，建议着爱种树啊，保护附近的树林。有专家认为讲，面对大自然，咱人呢千算万算唔得天一位。安怎怀土串流溪流，森林护理员平常时都在进行怀土溪流训练，要调查台湾这小小真济种的国家山林真实面貌，都要有自身的绝技，爱负担数10公斤爬山，忍受长时间无法度洗身躯，甲亲人分离真久，搁会行干那背，行过一直练石头的山路。森林维护员张维纯表示，这月去马太安溪帮山特遣队要亲自调查，对面临生死都在眼前。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我觉得不对，然后就立刻转头跟他，我就往上看，他说不要动，有落石。讲完了，立刻掉一颗下来。山上吧，每一颗石头都写好谁的名字，不一定。早伫8年前自治时代，就启动新民计划事业，山林科职员就对行路亲自山区用双脚娘、用手绘方式，为台湾山林资料奠定重要的基础。就连即马马太安溪崩山湖的所在地，记录就讲这是真徛所在甲险峻地，世界拢看到其实流出来崩落的所在未少。研究已经发现到地质非常的脆弱，河流非常的复杂，所以他们其实就是建议这个地方要好好的来造林，就是要做这个水土保持。虽然8年前就建议编辑土沙限制咸水源涵养保安林，毋过受迄时阵人家政策影响甲大自然力量，无可能简单互人类克服。8年以来，煞演变成做目前的局面。森林这个东西，很多时候就是你没有办法那么简单去控制跟计算的。大自然的力量，这100年来我们也是无计可施的。在很多时候，其实就是这个样子。林业保育署整理仓库的手绘地图，真重的测量器具加文现顶定规文物，选伫这阵林业警员当年的宿舍，举办特典，或者大伫1925年展开系列环山原岭的调查。为练功力的起点，搁来引导民众用新的视角，搁一摆出发。记者综合报道。
彰化县这礼拜也出现这公车人抓不出车停驶的原因，这情形主要原因就是讲欠司机。县政府表示讲，受到影响路线拢是公路客运，会争取补助有关司机的薪水。民众排队等要坐车，彰化县这礼拜有真侪公车路线停开，受影响的通勤族感觉是真无方便。那个很久来台北会就是对我来说真的很赶时间，就会来不及这样。彰化县的两大客运业者，彰化客运甲万宁客运拢证实有停开甲抽班的情况，主要是对疫情以来真欠司机。主要是驾驶员缺员的问题，还有一些驾驶员有请假的部分，造成我们在这段时间，人员调度的部分就比较有一些比较吃紧这样子。有优渥的一些补助，就是没人要来啊。这面对太多的投诉，司机不想待，就这样子而已。彰化县府统计，辖区内底客运路线分做9条国道、45条公路、15条市区，一半主要拢是公路客运路线受影响。业者人力欠缺，分析原因甲大环境有关系。年纪比较大的都退休，那新进人员也不愿意去承接这个客运司机的这个职务。客诉的问题，很多学校都会有很多学生会经常往来这个高铁站或者是火车站的这种路线，让这些民众或学生他们可以把部分的使用私人运具的机会改成使用大众运输。彰化县府强调会向中央争取经费补助业者提升司机的待遇，或者是讲大众运输政策需要改变。建议提供特定族群所需要的需求服务，并且提悬私人机车、汽车持有的成本，才法度对这种恶性循环的大环境得到解决。记者综合报道。伫咧云林水南有7个装无诊所健保署界列做医疗欠缺区，县政府和北港妈祖病院合作启动偏乡医疗专案，逐礼拜3安排医生来遮看诊。医护人员协助当地老大人做健康检查。水南乡限制会社原本是浪费不利用空间，即马改做医疗所。因为水南乡有7个喘无医疗诊所，为补助医疗资源无平均的困境，云林县府甲北港妈祖病院合作，每礼拜3医保安排医师来遮。这看到可以啊。方便啊，可以啊，行出来就有啊。哦，咱公司行出来就有啊。周全性的评估啦、失智啦、肌少症、骨松的一些评估之外，那我们会借由团队的力量去看看这些民众他有什么样的问题，然后根据他们的个别的问题提出个别的健康处方。根据健保署公布，云林县水南乡每1万人人口医师比2.5人较低，显示资源不够。云林县府希望透过启动偏乡医疗照护专案，由北港妈祖病院整合医师、药师、护理师甲营养师等团队，提供整合性健康的服务。进行适当的转介，提供服务哈。那我想这个是一个整体性的一个照护，我们希望是一个提供一个全人、全家还有全程的一个照护哈。云林县卫生局表示，县内为去年推动偏乡医疗照护专案，第站伫高溪、草岭、石壁等偏乡山区设医疗站，已经陆续服务超过500个民众，检测出10多个癌症患者，希望借实际方式整合性医疗服务，互民众得到更靠完善医疗资源。记者综合报道。南投县今仔日伫咧月潭举办集体结婚，有30对新人参加。伫咧文武庙的元老头前结做红某，新娘唔会当摕到一卡指南宫赞助的金手指。文武庙也讲，若准2年内有生囡仔，会当抱登去庙里领12000块的红包。尊重你。新人讲出世间交换手指，伫1月潭的美景，文武庙元老的见证下，30对新人承诺要互相扶持一世人。今年南投县的集团结婚真特别，唔但安排新人穿传统礼服，每一位新娘嘛拢会当摕到一卡指南宫赞助的金手指。穿这中式的新娘衫，跟这文武庙有点符合啦。也是顺便送我的这个生日礼物。那我们是因为2年前就已经先登记，有拍了中式。那这一次就是拍个外景啊，有穿婚纱的感觉。遮风景水，啊，阮本身嘛是住伫咧鱼仔遮，准备好诶，有人感觉讲较轻松，但是要家己准备，有时阵都算较麻烦。
南投县政府办集团结婚，包括做新娘衫、装塔、角色刀、翕结婚纪念相片，接到一堆一道高龙特产食的礼品，全拢是免费的。在证婚仪式了后，一个摊文武庙也加码，那这批新人在2年内生第一胎，会当抱囡仔来庙里领12000块红包。是双胞胎的话，就是2份哈，1份够12000块，鼓励我们现在年轻人增产报国。金戒指呢，也是我们贝公身上的这个金牌啊，来改用料了后来改做的金秋季，有我们这个月老，还有这个我们土地公的祝贺呢，他们未来的婚姻一定非常的幸福跟圆满。根据南投县府统计，原来全年有2200多对新人结婚，去年减100对左右，结婚率逐年拢在落。县府为着鼓励结婚，持续办理集团结婚，这2年也加强办联谊活动，希望提升结婚率。记者邢平基南投报道。屏东恒春办事高平摄影比赛今年的冠军作品伫公布了后，引起民众质疑。有民众讲，这摄影的角度根本是一般人无法度入去的区域，认为这比赛条件无公平。恒春镇公所嘛讲，确实无注意到这参赛者的身份问题，未来会注意避免同款争议搁再发生。这张相片是今年2025年恒春市高平摄影比赛的冠军，角度对平顶翕落来，甲比赛人员的表情甲团体合作的情况呈现了解清楚，受到评审的肯定，得到第1名。不过15公布比赛结果了后，有民众伫社群面顶批评，认为摄影比赛评分方式无公平。伊伫赛场的顶悬遐，若唔是工作人员翕袂到啦，因为一般的民众翕袂到，所以这得奖这些话有点仔瑕疵啦。你说不公平也是有，但是你这样的画面来看的话，他是可以看到他的脸部表情。有民众大文讲，因为高平4颗位啊是围起来，得金奖的相片翕相的角度唔是一般人会当入去的所在，认为参赛条件根本无公平。其实这个比赛去年就有争议，结果今年又发生。主办的恒春镇公所表示，确实无注意到参加人员的身份，单纯对相片的内容评分尔，因未取消这摆名次。承揽厂商他聘的那个摄影师都看不出来这是谁的作品嘛？是。那所以这个评审过程，我们是看到这个作品是好的。啊，至于说那个角度是由上而下是没有错。那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就是明年我们在办的时候，我们就会限制相关的人员。照片的创意跟取景的角度，我们评审一致觉得非常赞赏。屏东恒春镇公所去年摄影比赛就爆发乌箱争议，今年原本要停办，落尾是降低奖金、加强评审制度，结果佫发生冠军是合作厂商的代志。镇长讲，明年会甲参加人员的资格做调整，互比赛佫较公平。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10月起亚应该是大出的时阵，不过今年中南部伫咧做风台，起亚产量剩2成到3成尔，这新埔的起果同款受到影响。头家表示讲，因过这个时阵呢，拢爱找人来倒下皮拍起果，不过今年煞是做2工休3工，有影是足无奈。金黄色起亚拍在架仔顶，吸引袂少游客专工来翕相，囡仔食了嘛学了好食。不过今年拍起过场面，甲过去比起来实在差真多，主要是因为进前中南部受风台关系，起亚产量减少，嘛影响到起过数量。好像比往年还少，因为不晓得是我们太早来还是怎样，觉得今年的那个成绩好像店家也有说那个产量比较少。就是之前有来过，然后觉得拍照蛮好看的，之前后面都会有啊，然后旁边那边也会有。就会整个摆满这样，就是比较少一点。新德地区因有高港风，后新埔当地起果加工业特别出名。头家讲过去这时阵对农民迄边，逐工会当收我3000斤的起啊，即马变做一礼拜干那来2000斤。往年的话，他们是会像现在的时候，他每天都会进来3000斤啦。哦，今年的话变成说1个礼拜只来1次，才2000斤而已，所以量变成非常非常的少。天气很好，但很可惜就是没有柿子可以做。因为今年起果产量减少，嘛后今年的价格对一盒12粒起果140块，去到一盒150块。民众今年想要接着起果，恐惊要加开一寡钱啊。记者狄君豪新竹报道。杨贵文学纪念馆庆祝20周年，举办路跑活动，才拄开放报名尔就水满。另外，也有准备这野菜宴要甲参加的民众分享，延续杨贵的精神。
侪民众伫广场做体操准备，接续着为杨奎文学纪念馆出发，开始招标。以在台南生活区所办的招标活动，拢有真侪民众参加。不过因为疫情的关系，长15年，10月再度举办招标，地方的民众同款充满热情来参加。它可以凝聚、深化在地人的感情，互相有联系，象征着台湾人的迄种精神啊，哈。宣化人都非常期待。杨奎伫台南新化出世，是日本时代甲战后重要的左派文学家、翻译家，嘛是社会运动的先锋者。规世人拢伫关心土地甲人民，特别是伊的诗，大家做伙来招标，内底有写，毋是要摕冠军，无要做人上人，走向自由、民主、和平、快乐的新路园。即嘛讲出伊一世人是为着理念在走，嘛是即届新化公所办招标的信念。杨奎啊，这一生是为理想而奔跑啊，所以说啊，我们以他奔跑不息的一个精神来一直来承续杨奎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一生的一个奋斗。杨奎文学纪念馆的招标活动和一般的招标无同，全长是5.7公里，每一人会当把理想写伫号码牌顶头，走向家己的理想。沿路迈经过新化每一个景点，欣赏新化的光景。结束了后，还有野菜宴，明年是杨奎120岁的名诞，地方嘛扩大举办相关的活动。记者综合报道。杨奎是台湾重要作家，伊在世时阵积极参与社会运动，摒死为百姓出声。每年就是这杨奎120周年的生日纪录。这台湾馆伫今仔日推出着新册《新编杨奎专辑》的戏剧集，整理着杨奎对日本时代到战后抑个戒严时期的戏剧作品。送保护和缀袂边的玫瑰，拢是台湾作家杨奎真出名的小说。伊伫日本时代1906年出世，伊的文学关注社会的底层百姓，嘛互看作是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当由台湾馆策划新编杨奎专辑，拢总18本，其中一本戏剧集收录15篇杨奎对日本时代到戒严时期的戏剧作品。在每年杨奎120周年的名诞进前，第17举办新册发表会。伊的街头剧的理念有一部分是和新剧的迄个部分的当代性、现代性是有关系。左派迄个文学的理念，就是讲伊的文学爱写咱劳苦的大众，爱关怀劳苦的大众。杨奎的查某孙杨翠也是戏剧集的主编，伊指出杨奎的戏大多数拢有演出过，为着要瓦打一般百姓，真侪拢是用台语写剧本，也采录真侪歌谣和言语等等。事实上，第一部杨奎专辑伫1998年就出版啦，也毋过20几年来累积真侪新的文献和研究。台湾馆徛伫经典文学的推广现代化甲公共化的角度，出版新编杨奎专辑。杨奎的家属因有发现一批遗稿、手故事，以前阮无编入去杨奎全集内底啊。我即马算大约是20几篇，啊，等于这几篇内底有重复的，迄个重复阮来搁出来做迄个整理。读册的方法拢改变啊，所以不只是纸安尼出版尔，阮就想讲以后阮嘛要做数位化。当戏剧集头前出版，台湾馆期待一寡文本未来会当成做文创和戏剧创作的图码。遐若专辑完整出版，要等到2026年10月。台湾馆希望这套册会当互更较侪人认捌杨奎，嘛通为台湾文学研究甲历史增加深度和看度。记者卢尚如、曾俊尧台北报道。今年的10月17是台湾文化节，今年台湾文化节的主题是文化斗阵来，行出台湾家己的路。文化部强调讲，这文化是民主社会底底，希望民众透过活动来了解文化节的意义，做伙来传承台湾文化。当初就是因为放这个歌，这个剧本才互纪念。剧团演出过去台湾审查思想的年代，迄当时有真侪音乐、电影拢红禁。1921年10月17，林献堂、蒋渭水结合台湾各地的知识分子，成立台湾文化协会，成做台湾文化的启蒙运动。为着纪念这天，国家也将10月17定做台湾文化日。文化部表示，台湾真侪文化力量拢是对民间生出来的，所有的文化运动拢充满反抗和传承。台湾所有的文化运动是充满了反抗，充满了传承，完全不可能靠政府来做。所以我当时的想法是，台湾的所有文化力量
都来自民间。过去台湾北社就一直有举办台湾文化日活动，社长表示，真欢喜国家重视这个代志。今年台湾文化日活动伫北中南拢有办真侪文化活动，正正是具体实践当年文化协会精神。文化是一个精神，一杯茶，一出戏剧，一段讲话，甚至呢，都是一个足感动人的故事。文化是一种力量，文化也是一个教育的根本的延续，所以我们希望推广台湾文化。文化部表示，台湾文化日的活动会对17开始，一直到11月初，全台湾加起来总共有34场的活动，有讲座、有表演。主办单位希望民众同齐参加，就亲像今年的主题同款，文化斗阵来，行出台湾家己的路，让文化变做生活的一部分。记者陈心彤、林福凯台北报道。咱来看国际新闻，伫咧出任头一届做美国总统任内做国家安全顾问的波顿，再来去互马里兰州联邦大陪审团起诉，法院公告起诉书拢总列18项，指控波顿不当处理机密文件行为。针对这款的指控，波顿和伊的辩护律师拢无回应。马里兰州地方法院公布，拢总有26页起诉书指出讲，波顿伫2018年4月初9到2019年9月初10，就是川普第一个美国总统的任期内，因为担任国家安全顾问，除了会当享受上悬的机密等级，嘛因为职务的关系，接触到真侪项关系到美国国家安全、国防军事动态和友邦和德国的机密信息。但就算到伫伊卸任真侪当了后，一直到2025年8月2日，伊的徛给联邦调查局 FBI 收拾为止，波顿是持续把这极机密资料分享给无机密等级的人士，不当处理极机密文件的行为有18项这么多。FBI 伫波顿的徛家和华府办公室查到的，除了有几箱的文件，佮包括波顿个人使用的2支手机和3台电脑，另外佮有1台硬碟和2支便册，拢变作检调侦办的重要证物。对波顿方正式起诉，川普伫记者一直约在监问之下，强调讲伊事先并知影这。I didn't know that. You tell me for the first time, but I think he's, a bad person. I think he's a bad guy. Yeah, he's a bad guy. It's too bad, but it's the way it goes. 波顿伫2019年卸任了无偌久，就伫2020年出版担任国安顾问的回忆录。川普政府迄当阵认为讲，这册内面是讲到真侪必须要保密的资讯，想要来阻止回忆录的出版，但是随后法院来驳回。接落来对波顿的调查嘛随开始，但是因为川普2020年连任失利，拜登就任了后就下令停止调查。This investigation dates back years, but it burst into public view in August when the FBI raided his home in Bethesda, Maryland, and his office in Washington, D.C. 离开川普团队了后的波顿，除了俄罗进程精准防移动的核能设施以外，对川普2个任期的政策是有真侪批评，尤其是对罗西亚的关系方面，波顿强硬派的立场和川普2个硬拢来是无啥斗搭。川普当来做总统的第一件代志，就是取消波顿卸任政务官享有的安全随护的礼遇。波顿嘛，因为安尼认为讲，川普的第2个任期就是要来对付伊。公司新闻7家人编译。Google 对2007年开始有加紧翕相的服务，到目前为止呢，这 Google 车队伫咧全世界行过里程数会当说地球400多年。加拿大有艺术家对2008年开始收集一寡相片，目前伫咧丹麦展览。不过，这 Google 翕这的加紧相片也引起一寡温水的争议。实体人士希望讲利用这个机会进行反思。找到的时阵，若拍开 Google 地图，伊的加景服务，互用户会当360度去看斯科里亚来确认实际型。对2007年开始 ，Google 的加景车队就伫世界各地咧翕，嘛意外翕到生活中真侪真趣味，甚至是残酷的部分。这嘛催生一种新的线顶娱乐，就算无出门，嘛会当探索世界。加拿大的网络艺术家拉夫曼嘛对这看到商机，伊伫过年就开始搞紧 Google 加景计划，因为早期 Google 的加景车都是装9台摄影。即嘛，一个有开创性的登记系列，总算伫咧丹麦路易斯安那现代艺术博物馆开始举行伊第一摆完整的重点展出。This camera that was just capturing things without the intention of a human gaze. For me, in these images that I would find sometimes beautiful,
sometimes containing pathos or a crime, surreal. I found human meaning, narrative. 甲黄的面床摕来做接送的校车，人工的虎啊含鸭面的教堂，这拢是拉夫曼所集的加经相片。根据统计，第2022年就是加经服务的第15年，已经对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内面翕到2200亿张相片，但是这嘛有隐私权的争议。这个计划去探讨大家伫科技时代是安怎去看这个世界，和伫真实和虚拟之间产生的各种思考。It suggests kind of moral issues with what you're seeing. And I think Google departed from that phrasing because it was too kind of ambiguous. And we like the ambiguity. And we like that Reporter Concern also, in a way, asks viewers to consider if there's something troubling about what they see in this exhibition. 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咱最后来看明仔载天气。吉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5度到36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4度到36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5度到36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5度到32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6度到33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